歡迎大家收睇保險個案知多啲，我係 Anson， 我係 Maggie。今集我哋探討一宗關於醫療保單中費用歸入邊類保障項目嘅索償爭議。投訴人去確診患上咗第4期肺癌，入住咗私家醫院11日，接受咗放射治療，總醫療費用係港幣51萬。喺呢一筆費用當中，約有18萬5千蚊係用作3位專科醫生就放射治療規劃、電腦掃描監測以及靜脈鎮靜所收取嘅醫生費。保險公司最後賠償咗大約75%嘅費用，原因係保險公司將呢一筆18萬5千蚊嘅專科醫生費歸入咗住院醫生巡訪費項目，並受限於每日港幣3650蚊嘅賠償上限裏面，所以最後只係賠償咗4萬0150蚊。投訴人當然唔滿意賠償金額啦，強調放射治療規劃係成個放射治療當中不可或缺嘅一部分，相關嘅費用應該獲得全數賠償，所以向保險投訴局投訴。好啦，我依家俾3秒大家估下，今次投訴又成唔成功呢？今次嘅投訴結果係成功嘅，保險公司佢需要重新計算同埋補發賠償金額。咁 Anson 啊，今次個案嘅關鍵又係啲咩呢？關鍵就在於保障項目嘅定義同埋歸類。保單條款列明，住院雜費涵蓋住院內進行放射治療等常規檢查或者治療嘅費用，而住院醫生巡訪費呢，就係指醫生每一日巡訪所收取嘅費用。委員會審閱報告後認為，涉事專科醫生嘅收費係針對放射治療規劃同埋鎮靜程序，係屬於放射治療時不可或缺嘅技術收費，性質上唔屬於一般嘅日常巡訪費。加上住院雜費保障係全數賠償，委員會裁定保險公司唔應該將呢一筆治療規劃費扣減，必須將呢一筆費用納入住院雜費，獲得全數賠償。呢個個案反映出醫療保單中嘅唔同保障項目嘅定義嘅界定係非常之重要。喺治療過程中所產生嘅專科技術費用係唔應該隨意被歸類為受上限限制嘅日常巡訪費。如果大家對於醫療保單嘅細項賠償或者限制有任何疑問，歡迎 inbox 或者留言俾我哋。我哋今集保險個案知多啲就去到呢度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